蝴蝶他不跟我去呀！哎，你不跟我去，我去找别人玩了。哼！怎么了？啊，陈院长给出的谜题一直没解出来，要不师爷帮着看一眼？黑旗调动，这可是绝密，我就不看了。这怎么给你了？一处要管黑旗的物资调配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黑旗调动，这可是绝密。检察院黑旗一直驻守在京都城外，这里记载着这些年物资的调配和黑旗的调动，你仔细看一看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你们先玩，我想起点事。老铁，哎，大人，要回去了吗？今儿带多少人来？就从一处调了几个，在这周围护着呢。没有。怎么了？院长让一处协助黑旗物资调动。没错。那这上面只记物资进出就够了，为什么还记了黑旗兵马调动？是不是想要让大人一点点的接手黑旗啊？有马吗？那儿呢。真快啊！人都老了，最近这段时间，告老还乡的不只是林香一个人。最近告老还乡的重臣还有谁？最近告老还乡离京的，京都府尹梅志礼，您见过呀？下场如何？听说是让马匪给劫杀了。还记得那天吗？记着。看看哪天调动。6月13呀。这还真有黑旗领命出营啊！不会吧？还有最重要的一句，检察院黑旗不受军方控制，整个大清国除我之外，只有一个人能调动黑旗。难道是这哑谜打的还真是一句废话没有？走，这样说吧。真碰上黑旗，咱俩也拦不住啊！情况紧急，我上哪儿找兵马去？拼一把！殿下，哟，这不是范闲吗？这么巧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是领了宫中侍卫的副职吗？饶着禁军懈怠，带他们出来练练。在这儿练？陈院长安排的。禁军嘛，要凑个空日子不容易。真有他的。怎么了？殿下，掉脑袋的买卖敢不敢做？你要这么说，听着可刺激啊！可能要冲黑旗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人是你拐走。时间紧迫，来不及解释了。跟着我，这。
大家好，大家辛苦。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边的全是禁军，还有这一位大皇子，常年在边境领兵，好歹也是个皇子。好歹是个。还有那一位王启年，不是大人，你说我不管用的，轻功特别好，谁也追不着。各位手下到时候留情啊。又是禁军，又是皇子，再加一个轻功特别好的，不好灭口啊！要不商量一下，大家各退一步，各回各家。将来有人问起来，就拿这个说事儿，所有责任在我。有的商量吗？你是范闲，是我。身为黑旗，非受命不可出营。我既在这儿，便是领命来的。范提斯应该知道，军令如山。那就是没得谈了。收。你这可有点割裂啊！你不说各回各家吗？不是军令如山吗？黑旗隶属监察院5处，此次出营领的是5处之命。范提斯于监察院内，只在院长一人之下。你的命令高过5处，所以各回各家，便是军令。多谢。哎，军令。归营。这是还有事儿？听闻提斯死讯，我连夜买的。那我谢谢您。幸好是误传。要不输钱我赔你。不用。提斯可方便留存墨宝。没带笔啊？有笔吗？别看我，干什么？写书也是书。你有笔，有笔。这也没有墨呀。研墨还需用水，茶水不行吧？好过用血。有道理。来吧，大爷。二位挡光了。哦，吐一个吧。不是让你吐，是写上你的名字，表示赠签于你。甚好。贵姓啊？荆，荆棘的荆。对，好姓。名字？无名。荆无名，好名字。哎，不是无名，是没有名字。
这职位副统领，隶属5处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字儿不太好，你谦虚了。难怪院长说题丝落笔，鬼神易经。多谢。金统领喜欢读诗？不懂，但喜欢。庆国文坛积弱已久，题丝横空出世，是那庆国之幸。在下即便不懂诗，也敬佩你这样的人。范题丝，你活得真好。红干。这。你呀，是得练练字了。师伯，我陪您回乡。我猜错了。什么猜错了？黑棋出现，这说明了什么？陛下想杀您。不对，陛下不是要幻象，而是要废相。有什么区别？废相。废除宰相之制，我判断错了，所以应对也就错了。你等一下，这个上面记的都是我所有的门生旧故，你把它交给陛下，然后对陛下说：我回乡后会上一奏折，严明相位之害，百官之首，权位过重，若与虎狼之臣，社稷将危啊！废相之举由我牵头，与陛下无关。好了，你回京吧。我还是送您一段吧。没必要。东西送过去，话传过去，我自然安然无恙。黑旗都来杀您了。不是要杀我，是提醒我。这么自信吗？这还不是杀您？我不会死的。这些下人，恐怕一个都保不住。我不是没智力，我死了，史书没法写。陛下真要提醒，当面说就是了，何必总这样？这还用我说吗？既是提醒，也是威胁。你觉得陛下手段如何？陛下行事鬼神莫测，手段高明。高什么明？手段也就是那样。你若掌控六部，手握兵权，你同样可以手段高明。这话可以小声点。陛下最难得的地方就是，谁也看不穿他下一步会做什么。你与老二相争，陛下推波助澜，这才有了春闱斗法，继而引出舞弊一案，而舞弊又带出了我，于是陛下才达到了废相的目的。陛下借力打力，所有心思都潜藏不露。而且你要记住一点，
永远不要完全信任陛下。不到最后一步，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看穿了他。您这话说的，好像我要跟陛下争斗似的。这就由不得你了。是吧？别废话，在城外都送了一遍了，再送我受不了。哎，对婉儿好点儿。这次禁军出行，算我头上。我禁军演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演练？我最近刚想起来，禁军这么些年演练太少了些，这么下去如何临阵啊？今日出京不就是为了好好练一练？什么叫做千里行军，破山开刀吗？多谢，谢我什么呀？我练我的兵与范提斯何干？大哥怎么也在？凑巧碰上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是我爹。小麻烦。黑旗冲阵可不算小麻烦，幸好这家伙提斯身份好使。没事儿了。还得感谢大殿下相助。不用谢过，黑旗不给禁军面子，今日之嫌也只有你才能平息。多谢大哥。自家兄妹不谈这些。我与你之间虽然不用说谢字，但这是我爹的性命。范闲，算我欠你一条命。夫妻本就一体同心，你的命不就是我的命吗？还没成亲呢。还没成亲呢，你这是想赖到哪儿去啊？陛下口谕，宣大殿下与范闲入宫见驾。撤！这么快？父皇震怒，你就推到我身上，就说是我要送陛下。不行，这是抗旨，你扛不住他。陛下旨意让林相告老还乡，别的旨意我没听过。等大宝醒了就送他回去。放心，没事的。我跟你一起进宫。那就全完了。撤！小人在此为二位引路。父皇在哪儿见我们？御书房，请。若是重罪，多少钱不会拿捏。我在殿上，那就还好。洪公公，我能吃吗？请。你倒轻松啊！陛下真要砍我的头，我也不能当饿死鬼啊！来这儿。哼，咱们两个鬼啊，吃饱一个得了。你想想，到底怎么说？不怕，我都已经死过一次的人了。怎么了？可能是脚扭了，没事，你先走着，我给他正一下。陛下得知消息后，略有息怒之色。那方在御膳房送的糕点，陛下吃了2-3块。陛下平日动怒之时，绝不会去动糕点。这都敢说，脑袋不要了？
大人恩情，小人并未忘却。陛下，他们都候着您呢。传大皇子。是。殿下，陛下让您进去。父皇，听说最近你跟范闲走得很近，确有其事。朕想问问你，你这次前来是为他求情呢，还是为自己开脱呀？儿臣想替我们俩求情。为什么替他求情？儿臣看他有些顺眼。看他有些顺眼。来，坐。坐。怎么看他就顺眼了呢？他重情义。他重情义，那别人呢？京都百官多是重名重利，重情者少了些。陛下，户部尚书范建求见。让他等着。是。刚才你说诸子百官重情者少，知道为什么？儿臣不懂。李成儒，你是一个忠厚之人，不懂为好。儿臣常年驻守边境，眼光见识是浅薄了些。浅了好，安心省心。去吧。是。哎，把范家父子叫进来。是。院长，行了吧？继续擦。咱都等多久了，院长？陛下，臣是来谢罪。何罪之有？擅自出京，调动黑旗。陛下，这是林相回乡之时，将麾下门生旧故的名册转交于臣，臣献于陛下。范建，你来干嘛？臣，袖子里头装着什么东西？戒尺做什么用？范闲抗旨啊！他擅自出京，调动黑旗，臣听了火冒三丈。范家一族向来视君以忠，怎么出了这么一个逆子？你准备怎么处置？臣想家法伺候。准。打！逆子！逆子！你气死我了！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
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你！你逆子！范闲，我今天不打死你，我还哪有脸见陛下？你好了，别装了。行了，范闲没事了，范闲没事了。真的？哎呀，你干嘛一直黑着个脸呢？你吓死我了，你！给你个忠告啊，人不要太聪明了。属下记住了。那属下就回府里去等小范大人了。哎，既然来了，帮我办完事再走吧。你说，六处有人被杀了，麻烦你趟一趟。麻烦倒不麻烦，按这地方到京都这距离，应该当地的同僚办案呢。是，现在人手缺少，你是老江湖了，帮我看一眼。这案子有什么特殊的吗？我等着你回来告诉我呢。哎，我这就去。从南门出去，有人在刘家坡等你。我快去快回。哎呀！诸位前辈，在下贺宗伟蒙圣恩拔擢，从今日起也是一名御史了，请各位前辈多多提携。初次见面，不成敬意，请笑纳，多多提携。多多提携，前辈，多多提携。这是送礼？非也。贺某深知，咱们做御史的就担着肃清吏治、弹劾百官的重任，这送礼贿赂乃是大忌，万万不可取。不过，各位前辈放心啊，这都是顺路买的一些小点心，还是最便宜的，纯的心意。有劳前辈给大家分发一下。敢问前辈，这是赖明成赖前辈生前的座位吗？前辈，有火吗？点一下。你做什么？不瞒各位，赖明成赖前辈就是贺某的指路明灯。虽未曾谋面，可在贺某的心中，如师如友。赖御史身亡，贺某悲痛万分。如今见到赖前辈生前的座位，说什么也得拜一拜。哎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那你也不能在督察院拜了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！哎呀，贺御史，快请起吧！哎呀，是啊，太激动。
对了，贺某久为白身，只知赖御史遇难，却不知前因后果，是否有小人陷害？原来你不知道啊！赖御史遇害，都是因弹劾范闲而起，最后奸心害他的也是此人。啊！竟然是他！我此前还登门造访过这贼子。之前不知，这不怪你。以后啊，少与他走动便是。不行，面对恶贼，岂能退让？我现在就去范府找他理论。敢问兄台，有刀吗？没有。可否帮我借一把？啊，我也刚来，不熟。借用一下。不谢啊。啊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贺某向小范大人请罪，恳请小范大人责罚。贺宗伟，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御史，这官绅说跪就跪吗？请大人饶命！我什么时候说要你命了？大人，之前小的将春为命案送到大人府上，是实实在在的得罪了大人。大人，我的为人您是清楚的。嗯，那是真清楚。大人，论才学，大人文才经世；论官场，大人身兼数职，权势滔天；论情感，大人是我义父啊！别，没你这便宜儿子。贺宗伟，我知道你是个工具人，没打算报复，起来滚蛋！大人，您打我一顿，解解气。要不，请手下代劳一下。你是讨打来的？大人，赖明成死了以后，督察院同仇敌忾，将您视为眼中钉啊！我要是在您的府上被打了，往后这御史好做一些。到我府上镀金来了，不白打呀，大人。小的在督察院，将来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的，也好暗中告知大人，不是？大人，这小的无依无靠、无权无势的，不过是挣扎求存罢了。大人您见笑了。宗哥，恭送。大人，您打2下吧，实在不行打1下也成。请吧。大人，仁慈。兄台贵姓啊？哎，不打人的啊。你是小范大人的门生？我落榜了。落榜了也好啊，入了官场不拼命，照样没有前程。还是年轻啊。贺宗伟这样的人看着世故，但是过。您什么时候到的？早就到了，看你正忙，没敢打扰你。有事儿？
五竹先生最近来过没有？没有。听说小范大人是五竹先生的亲传弟子，若是五竹先生不在，跟小范大人过过招，也是一样的。别理他，一个武痴，总想跟五竹交手。先干正事。监察院五处你应该知道。知道，掌管黑旗的。对。监察院黑旗一直驻守在京都城外，但是辎重粮草一直是由京都来调配，所以免不了由一处来协调。这里记载着这些年物资的调配和黑旗的调动，你仔细看一看，以后这件事你就担起来吧。这点小事儿，您找个人说一声就行，干嘛亲自跑一趟？监察院黑旗不受军方控制，整个大清国除我之外，只有一个人能调动黑旗。陛下。对。哦，对了，听说您相要告老还乡了。是，就这2天的事儿。真快啊！人都老了。不过最近这段时间，告老还乡的不只是林香一个人。你仔细看看，多费点心，啊！走了。这就走了？忙着呢。这算什么？哑谜吗？大人，这么晚了，吃点夜宵吧。你说这到底算什么呀？考题吗？黑旗的辎重运送都是一处负责。您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不会，这里边绝对藏了别的意思。哎呀，就是想不出来。你说他有什么话，为什么不能直说呢？会不会这话他就是不能直说呀？师伯，师伯，不是说好不送了吗？搭个便车。你去哪儿啊？就前面。又打什么主意啊？师伯这次离京，未免有些冷清。这送别吧，哭哭啼啼，喝践行酒，吟送别诗，这一套下来，累得很。年纪大了，安静些好。师伯放心，我不搞这套。大宝，我家饭菜他很喜欢，这2天吃胖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按您的意思，我没跟他说你要走，这就对了，让他开开心心的，少碰离别。但我觉得，您离开京都，心里想见最后一面的，应该还是家人。劳驾停一下。哥，哎，晚，能不能晚
咱们朝那儿磕个头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突然想磕，哥陪我磕一个。嗯，挺玩的。我只跟大宝说是来踏青，没说别的。哦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师傅，那我下车了。祝你和婉儿百年好合，也祝您一路顺风。小贤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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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能够告老还乡，已经很好了。嗯？什么很好了？一家人在一起就很好。嗯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，谁都不分开。来，我给你们分山楂吃。来，小贤贤。婉儿，给你。谢谢哥。嗯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山楂好酸呐，要是爹在就好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爹很忙的，我们还是自己玩吧，好吗？小贤贤，走，我带你去抓蝴蝶，走。